Hello， 大家好，我是嗰本分享真实所看福氣嚟嘅。也真係啊，環境冇將頭髮按好，拄到好又拄到疫情，唔知大家平時睇到下用辦保養自家嘅身體呢？有的人講我哋用濕的，有的人可能用運動嘅。不論係哪一種方式，其實最重要係講可以平安健康睇到下靠我哋福氣嚟係最重要嘅啦。也真係啊，有好朋友推薦嗰本講，但是講保養身體可以是一種茶來做保養，到底係乜嘅茶按身體可以來保養自家嘅身體呢？就說今日我哋特別有請在地嘅好朋友，來自內湖承德可可農園呢，從一九節來同大家做分享，馬上來有請佢吧。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承德可可農園鍾玉秋，我對屏東內湖來嘅。玉秋姐，咁啊嘅我嘅在地嘅好朋友講，平時我會保養身體啦，可以來食一個可可茶，有乜嘅好處佢要用辦做出來嘅呢？呀可可茶係可可嘅頭嘅，我哋烘好嘅頭嘅，也學變頭鹽，我都按嚟去配合，按嚟花食起來香味口感又乜個好，伊本身對我哋咧氣管、蛤蟆蓋還有氣泡，按嚟有個好嘅提升免疫力嘅作用，按個嘅伊有嘅平衡。同樣嘅嗰種作用，其實我哋一開始我哋唔知講有安尼嘅效果。以前我哋睇做嘅時候，他講如果可可茶會好。一開始我哋唔曉得講，因為全部人問我哋食唔知喎。係真是唔知，因為也係外來種。最頭下係冇嘅人係推廣有個可可嘅事嘅。其實嘛唔知講有安尼嘅效果。一般人4年嘅時間，我哋睇推廣嘅時候，我哋去到台北嘅南港，嗰時係去展覽。嗰時我哋講我哋發頭嘅教授，研究下可可，已經有20年。嗰時我哋喺介紹下嘅推廣嘅時間，講都冇啥嘢，也係咪個千通？嗰時間教授來看我哋，講你設計要按好東西要唔用？嗰時人哋講，教授講，我印象講，按好東西，伊有同人講，唔見家已經有症狀嘅，你話講，唔用800cc 去泡一包，嗰時我都按嚟泡按嚟食，聽日真是3年都估到啦，嗰時也效果真是有那邊人又夠有信心，嗰時我都問教授，講，嗰個茶包底包我哋一可可。到底伊對我哋係咪個有按好作用？伊還有其他作用冇？然後佢講也可以提升免疫力，對我哋咧氣泡係咪個氣管有個大嘅作用，按個亦可以平衡我哋咧血糖。伊講一糖尿病嘅人伊可以按嚟當做伊平常嘅水嘅來源，都可以補充。伊講相對。可以多做食療嘅種方式，那名人哋講原來係對保有安嘅作用。難怪我嘅好朋友就係講，可以平時來食藥嘅嚟做保養身體，唔單將身體將我哋骨質去強化嘛，對蛤蟆蓋好，也嘟好講可以來做保養。更加環境咁冇咁好，我哋食藥嘅提升免疫力又係幾好嘅事情啦。難怪頭到睇節目開始之前知道咱們喺泡一杯茶嘅時間，我哋想講，一直聞到有個可可嘅香味，就是有個茶傳出來嘅嘛。你做一個可可茶，會唔會太麻煩？唔會，伊冇像口口啲按到講，我只要講，最主要把個可可嘅皮，你種人嘅皮同佢殼，行走嚟都做得嚟嘛。你然後貼喺樹枝有到人嘅啦，啲皮啊殼安尼嘛。像我哋睇。迄種因為我哋喺睇食的時候都邊睇安尼邊個也皮安尼叫下食咩？我哋喺度做茶時，邊咧我哋有採我再去薄荷。我哋嘅睇位薄荷嘅時候，我哋可以用更加個好嘅，有機器同人脫殼安尼。因為以前我哋都用樹薄，一定要薄。我想喺度嘅發明嘅用品，真是，假使講嘅木機嘅話，真是喺。
重要的树根的部分啊，最亲实重的功夫。不过有时咧，我讲到真来讲，人做药嘅口口更加做1旧的，来中药嘅口口都更加。中国旧啊，做入啲1803年开始。某个时节开始种啊？18年的时节吧。哦，系。哇，安尼10年前、19年前都开始种的呢。不过嗰时节以前还系讲种安尼平常嘅贴迄传统嘅农产品咯，姜嘅啦、香蕉啦嗰度，咁啊，今年自家会想到嚟中药嘅口口呢？嗰时节拄好我爸爸过世，田球标本我老太做，我老太讲。也抢个1年拿出给100，平常时嗰啥都无乜个收入样，迄真是港中的话有冇？你抢1年偷咱啲抢的话，可能冇过生日啦。那咪然后台湾来讲，家更加目前安尼农业地方有乜个高有经济作物冇？其实我睇攞不行嘅时有谈到讲嘅可可啊。其實我想講，剛剛都同老太講，咁我哋嚟種看看咯。如果安尼講起來，我哋安尼種看起來嘅。嗰時節都試過你去請個用嘅過來，就先種。嗰時節最頭下面積係種一度啊。我哋出家都5分田全部種。你真好當，一下都5分田，安尼都下去。更加係可以用5分田嗎？都可以用。最頭下時節嘅5分都更加行喺供應，不過嘅種方來嘅工廠啦，有嘅度都冇供應。頭下時節應該唔啲人用辦種種5方來吧？嗰時節我哋都同埋用喺度嘅超市可能農業咧，係橋泰國。嗰時都以我哋去前伊都同人講，免接我用嚟種兩頭之間。一道嘅發土，嗰時同人講，我哋食貴啲嘢都直接種。嗰時應該也想用種到有新嘅東西，有冇種過？咁我老太講，因為我哋外國嘅我哋用手機去看咩，去網絡上看，有個像水果樣嘅，老太都用嘅水果方式去安尼照顧，咁咪。結果我哋種產部，因為我睇過3萬睇股，嗰時我哋1年半佢都開始開發。嗰時佢睇過咩客就係一個正常個油體幹啲嘢3年，然後開發。你1年半都開發嘅，嗰時我哋咩客就係下，我喺想講，我個皮膚我好睇。我也是的，冇嘅用。其實真是有好。跟人家3年，1年半花一半的時間都幫你開發，會不會有大枝嗎？嗰時間唔點樣去處理，因為嗰時可能因為從傳統嘅嗰度水果開發到結果，因為有嘢咧。高價，化咧高價，如果大嘛，你買薯粉啊，薯粉，可能我哋唔掂，其實要同柯先生講係野果，有人講死蟲嘅，其實想我用我錢，其實聽你想用我錢，野果我用我必須上去，其實咩唔懂，我後邊對車。打出來時有冇？因為薯粉唔辣，我想如果跌過，喺冇路睇，但細細粒嘅時都黃起嚟，都走起嚟。我後邊有人想話唔怕，個乾脆貼擺法我同意，第一個去按你講過好啦，自生自滅。幫你資源嘅發展，資源發展，都在最後邊是結婚用法。不用牛食草啊呢，第去開發，第去看下。佢用嘅，那面去看有乜嘅從來我去，必須書法，書粉安尼。我後邊咪想冇去想安多嘅，伊結出來，不能識得，如果不能識，不能識得都酸嘅，都心多都安尼想。後邊咪也真是安尼，你咩唔啲都單用去書粉咩唔啲，我後邊咪看看，有幾種安尼。
我比迄种咧细细的，尼嗰种细门咧，有嗰种唔咧。后尾你嘅按度抹嘅。一种细细虫诶。系，我有细胞我比呀。哦，都靠近人来舒服。系啊，后尾咩用嘢个我去爬去做，系，我想讲可能嘛迄嘢个安尼。也爬嘅爬吼，也累法去爬嘅累法去爬，爬诶，都有舒服安尼。你也法真是清晰。安尼有就是通安尼讲，可能人嘅地方有嘅虫诶，或别个虫诶，又有嘢讲嗰度。安尼人喺人嘅地方係唔係講使用油機啦，吼，有種方式嚟講中啊？我哋冇法度做油機，因為我哋電動人咧天橋吼，還有一定。以前的嗰種嘅做法，我沙藥嘅沙除草劑，嗰上邊咧，我哋都只有做無毒嚇自然農法咧，我哋都同嘅甲比林沙有人約嘅期間，都地過去嘅藥性過去嘅，我哋慢慢開始摘。唔過雙方嚟講咧，人哋地方真是冇做某嘅沙藥嘅，冇椰皮料也得。唔過真可可真是唔是沙藥嘅，唔是椰皮料嘛。我哋真是冇乜個冇按樣講，我哋一年偷吼。我椰皮料我哋係用自家發嘅嗰種液體啊，用嗰種安尼人家嘅，我哋要去農改場去送嘅安尼發嘅嗰種自然嘅酵素嗰種嘅皮料，嗰種安尼天然嘅嗰種液體，我哋我用嗰種，我還有嘅乜嘢木醋液，沙藥嘅方法都用木醋液加嗰種，喺嗰度嘅時節有冇？我哋用木醋液加辣椒嘅水，喺冇都苦茶油，苦茶泡，去泡出來嘅水，安尼去沙。感覺嗰度皮料啦，嗰度水啦，本地人平時食咧真高級呢，都用心喎。唔過有時啫，人喺人咧，條都個見面都講聖德，喺唔係嗰度行喺個聖德村咧嘅聖德咧，唔過一樣嘅看來又唔係，人哋兩個又把個特別嘅用意下。捱完些多胎。個好睇天橋嘅做，他們爸爸安尼做，個好同阿爸爸安尼講法。其實我爸爸都同我講，我哋講中人啥，自家可以食的東西，剩下係愛買嘢。切對講，自家可以食的，咱可以拿出去買嘢。我也都同我弟弟講，爸爸有安尼德性，我哋都神對於安尼來，我也都講，咁我哋都按神德，都安尼來嘅，都接受爸爸嘅恩德啊，同佢嘅精神。哇，觀眾朋友，神受爸爸恩德，有個名嘅真是怪有感情，怪好呢。唔過，有時見人真是有樹頓爸爸嘅精神咯。看有個人咧，特別用天然嘅方式來照顧，照顧種出來嘅農產品也特別的好。唔過，可可應該唔單止安尼，還有更多特別的故事，讓你休息一下，CB上，馬上過來繼續分享哦。就是這件嘅按用心種出來嘅可可啊，唔單止可以拿來做口渴啲度，糖講竟然係研發嘅嗰度超厲害嘅產品，繼續嚟請教佢一下吧。有時啫，有時候有講到人這個神接爸爸嘅精神，種出來按好嘅可可，人除了做口渴啲一定會做嘅嘛，人除了做口渴啲之外，糖講人係真係去研發無窮嘅可可產品嘅，人可以小記一下。我對觀眾嘅印象一開始我都有一種想法，因為我想講可可也東西按好，也有纖維質，我想講加觀眾啲擺攞去用，我想講加一些調味落去，一種可可嘅元素啲擺，安尼食起來對身體個空間。其實我都想講加，嗱其實做一份冇按牛，因為我哋一份過醋，我係想講加冇我哋用進口嘅種粉做款咯，食菜嗰啲冇食，冇食，因為我有時陣人嚟講，我都見面講可可加上觀眾，有個味道很用吧，應該可可嚟講係苦嘅，安尼食係安尼，個觀眾唔係全部都苦嘅嘛？其實我都想，
用金口粉做款哦，真是金口粉吼，无香味，像腐味啊，真是的哦，真是，嗰时啊真真 healthy，嗰时你想，啊做也干炒，安用诶，这个是，他讲伊唔多爱食，啊小朋叫我说，叫我用佢食可可的东西，巧克力啊方面咧，对于又唔可以，後尾面拿迄本書來說，哇！個後尾面嘅時間吼，如拄好我哋去擺攤嘅時間，隔壁有啲香腸世家嘅手機，其實伊講伊間工廠吼，係有 ISO 認證咧，吼，我想講，安尼工廠啊夠中意，啊那面若都聽嘅香腸世家嘅手機，吼，迄度嘅工廠，伊講，咁我哋看咯，嘅董事長佢好，迄做多嘢，你去談看咯，我哋嗰時想講。人家董事長咧安排嘅工廠，咁我接觸我哋喺度收農，我哋咁真是有法度去結合，我那面去嘅時間，我都好嘅董事長睇，我係講，小姐你睇做乜嘅？我講我哋係做可可，伊講，伊都強喺我正面也揀嚟去拿嘅巧克力啊，我講，小姐哎呀有呢，唔是可能咯，我係識得講，也絕對唔係平等嘅，因為。伊本來剛剛講，伊底部有嗰度添加物，那面我伊講，甘茶行有可可嘅產品嘛，講啊像有台灣嘅，伊邊個會帶出來第一茶行，下半到市場國口嘅時候我拿試，我都拿俾佢試看咯，佢講小姐啊，也該讀面是都錯嘅啦，咁我哋來做商嘅觀察好嘛？我講我都好有一個想法，按有眼哦，我講咁我哋來做看咯，都開始我貼片咧睇佢拿過去，你用睇佢特別人哋一家磨嘅粉，因為人哋講磨嘅粉係無儲油，嘅油無幾限，我說無法度磨到像嘅進口嘅粉按油，你泡去都散下來都冇東西嘅。韓國我哋咧粉唔咧，泡去係冇油炸，係過後邊面，你粉變睇位都安尼拿過去比貼片安尼做出，我講入面是都錯嘅，係一百都成功，伊講嘅董事長實在同油嘅100都成功，我講我哋安尼研發很多東西嘛，佢冇可能講100都成功，我講係安尼我哋都油嘅，我安尼做起來，係。官廠都本來個太興起，後尾面都入拜嘅縣政府都推廣我哋可可都好客餐桌職人再造一個計劃，嗰時都結合生意家嘅業者，他講嘢都講，用一家專門嘅東西來結合，可能可以做按動脈嘅，結果後尾面都講，一官廠同嘅反酸，嘅面是真是當獎哦，真是真好食咧。官廠加種反酸，嘅我哋嘅太姐，伊喺睇兩千嘅片，伊喺農場買一條嘅片，那面我哋都去切嘅安尼，都用嗰啲竹籤啊，竹籤嘅去籤起咯。我哋睇縣政府嘅記者會發表會嘅時候，我都想講，咁我同一度記者講，我講個好食咧，因為真是結合起來，真是當好食。那面我都同個記者，反正他講有我安尼見介紹嘛，介紹面，我講個唔係反正，小姐唔是介紹我嘅，其中嗰啲記者講，你唔是介紹我，我實在記。像點點嘅，這個都試了記安尼，哇！其實縣政府同人講，差唔多準備30份落嚟。我今年我想講，咁我哋準備，因為我大家個多，我想你做個50人份嘅量，係唔拉敗。太好食了。貼名是係的。定係想是冇誒。真是冇，有時唔冇安尼講，冇分享，真是唔對講，人哋個做嘅觀眾，加上嘅。
反身，可以按的是呢，而且其实无法度好想讲，观众同加上可可别个味道的样板，你听个亲切配的，安尼除了也都两种，很人这个差不多也差没研发出了新的可可的，我们讲的产品嘛，其他那种人平时还有做用可可来做嘛个嘛？还有做个饭卷，可可的饭卷，系手工饭卷，其实我都想讲，那可可的油脂对美容那方面对皮肤quite好。我都想講，啱嗌可可粉，我哋冇儲油嘅，假如結合一個手工香皂，其實都好有我哋睇嘅熱帶農業博覽會，都好認識啲高先生，而係嘅農家好生技公司，我都想講，因為人家香港嗬。唔係我做法一定要有登記嘅，嗰上都可以結合，做出來真是很嘅食神嗬，我都講唔係查食神，食神好看西方嚟佢有嘅可可油嘅滋潤，唔係太早安咧。糖方嚟真是有時真唔想講，研發乜嘅產品嘅時節都多按有鹽都會多嘅。有人的天數哩，你看昆蟲的時節多好做昆蟲嘅，做飯卷的時節又多好做嘅公司可以來做飯卷嘅，真是怪有緣嘅。你除了一啲嘅產品啊，看到嘅係可可頭嘅嘛你自家做嘅頭嘅佢一個唔會係冰嘅吧？係冰嘅，佢有睇熱帶農業博覽會嘅時節，你是一個做冰嘅業者。其實伊都講，莊小姐，你有想過要做餅嘅冇？做餅嘅我想做，不過我冇按呢時間去做，因為每項落一自家做法，真是冇按法。我講，我要本人穿咧，都本人穿。我哋咪講，唔專業做乜嘅，如果伊就會做封皮嘅，伊有做包嘅，有做餅嘅。咁我哋嚟做佢咯，要按嚟做好耐嘅，真是講到有時這安尼嘅法人真是運氣好啊，又多好有幾年嘅成熟哩，做到人家全部係都講，我冇嘛唔是嘛嘅錢，都有人佢對你講，我做有嘅忙嘅人合作好冇？合作嘅有冇遇到某嘅困難嘛？所以有合嘅通來嘅。係啊，哇！我先前也還有做過麵條。麵條可可做嘅麵條唔會全部糊哈？唔會，因為一份做出來如果有一種淺淺嘅吊彩色，吊彩色的，淺淺嘅，那個都係咖啡色呢？唔會，伊係淺紫色。哇，真正咧！個醬，就像香港做出來時，一開始食神因為人家是預表咗一段時間咧，是伊食神個層一些會發一開始咪係安尼淺淺嘅吊彩色，其實做麵條嘛係同一啲朋友，伊係專門伊個專門咖啡啊方面，不過伊啊朋友喺度做麵條嘅工廠，我講咁我哋做困難咯，因為安尼做成咧，做後尾咪結果伊同嘅伊同乜嘅單位有合作嘅，我上邊咧亦冇法度同人推廣嘅，喺冇辦法輕鬆做下落去，真是幾好食，因為伊做嘅技術也唔係差，所以佢有口感。唔怕安尼有時真能繼續個問一下，某一天等一下佢揾唔到到嘅，講下一次又可以等數，唔只要等頓嘅，然後你擺搭嘅時間，注意一下，馬上就有幾年我哋同人做。不過無糖有時真安尼分享，真是冇想到人哋可可可以做按度應用。更加本來冇想到一個一般人哋認識巧克力啊，可可有啲產品，其實個色神啊，大部分唔係咖啡色。都像淡淡的那種咖啡色，反正太細細都唔係全部都係淺的咖啡色都做嘅啦。不過他們按嚟分享，其實可可做出來的東西其實也會有清醬的色神，真是本來冇想到嘅。你看可可其實最好的東西，可可係其他嘅可可油嘛，我嗰時候我用辦分別講，好嘅可可產品，我看佢有儲油也係冇儲油，係咩樣嚟啊？係最簡單嘅方法都泡出來，伊上面會有一層油。係。天然嘅可可油。係。因為我哋而家台灣嘅可可
这种巧克力，这是可以唔是添加东西，因为俺们去家做的，啲种，都做到成品，然后去家一输一脚体做的，嗰时啊加东西更难，有的东西俺们台湾冇，我去买，我去原料店买，按贵贵，嗰时讲一方面，去家我想讲啊，按贵，俺们去家我去买我推一下，嗰时讲俺们屏东的巧克力吼，放心可以食。而唔是讲假事啦，不过我嘅品质一定要有保障嘅。哇，观众朋友，等下有就这分享，迄咩同人形容，刚刚嗰种人可可可以做按都无用嘅应用咧，迄咩真上人啊？不过唐风咧，有就这真不是为去走司机摆摊嘅咧，其实摆摊嘅时间又有遇到某个神奇嘅事情咧，让你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前面啊，玉就在同人说嘅按度可可的用法吼，竟然做出来的产品。不过我本来发现到一件挺特别的事情，那冇巧克力带来现场，也冇同人讲咯，也系乜嘅事情，竟然冇做巧克力嘛？玉就在，作为按度可可的产品底边，特别冇看到巧克力呢。因为我感觉到讲巧克力吼，更加目前有嗰度家庭做的，我嘅想法都讲，喜欢巧克力嘅，有人专门去做。我都想讲，可可一个东西按好，不一定要做啊多巧克力。那可以用一啲我哋平常嘅食物，我哋安尼平常都可以食的东西。不一定要讲做到巧克力。嗰时候我都想讲，其实我一开始嘅时候，我都用也好，可可果酱嘅好，我去煮糖。煮糖哦。因为嗰时节吼，糖。都好，我即个认识一个另类疗法的医生，伊迄个嘅手讲，伊都讲，呀学底板吼有水解纤维，果胶不凝固果胶，又还有多酚，我就想讲，多酚都同绿茶一样，以需要的迄个果粉那么出来，其实我就想讲，咁我就煮看咯，你至少我哋可以食得到。个天然的东西，我都提，其实你想讲，咁我哋切太开可能切出来，剥起来吼，冇乜嘅米丝，淡嘅，我喺外面，我都提，前一排成日提切咗個面，我嚟去剥，啲糖吼，好野一些，有些像乾粉，高纖嘅嗰種感覺係，我話佢講，好，安尼切格啲，係咪？因為我過磨是安尼。扭的安尼东西，嗰時後邊咪當到用個太開也是安尼拼搏，我後邊咪都同阿姐講，我講即係糖講吼，咩可以打果醬咧？我話你都用，哋先前吼都用嘅咩啊？用嘅咩養樂多，剛好切摩斯多，我後邊咪都用鮮奶加嘅布丁，佢咁一米是當獎哦！哇，糖係要對眼嚟講啊，甚至有人說會流出來。因為打到冇馬上食，打完後嘅時候冇馬上食到，嗰時節會有一種出腔味，睇會一種出腔味，第一食陣吼，變個糊嘅時節，都同巧克力嘅顏色個淡一些嘅顏色時。其實都有巧克力嘅香味，幫佢氧化一下。我第一排糖到講果醬打嘅吼，冇馬上食得，第二下呢。大部分嘅果醬都打好，問佢講，趁新鮮，冇等下好像冇掛啦吼，佢能打嚟講冇馬上食，等下會腐嘅樣法。你第一排糖到講打一個果醬，可以等下嘅。係啊，果醬我即有人朋友係減重嘅，因為係做減重嘅，一定都用嘅奶昔，用奶昔去打。唔會發生，因為跟奶昔有人有變跟奶昔粉底部有香草，打下去，你是咩個香呢？其實可可嚟講，有啲上過嘅時節嘅做法。其實可可嚟講，佢唔單止可以做巧克力一條路啦，其實佢按好嘅東西可以做無窮嘅方式嚟發展無窮嘅食法，像有條這樣嘅。
安厉害，连竹筒都上来当啊，真在清皮肤。还有也叶的有嘛？18万缝的嗰種葉的，啊，你去做嗰種人家講嘅關東煮樣的嘛，嘅肉大綿綿的吼，安尼包我睇碟杯，包我睇碟杯，哎，咩個好食？哇塞，你真是規個口殼，唔係口殼掉，規個殼殼對葉的吼，可能過汁吼過啦嗰度，講日本同我講過，誒，殼殼嘅薯筋啊，也係薯乾嘅條薯皮啊都可以的是，米咧攏我吃過那些。啊，伊個蘿葉邊個要拿安尼去切的有冇？攏啊，攏個走的些，那面拿去去洗澡的，安尼去泡茶，哎，咩個香？哦，反正應用版中，佢都會有殼殼的米絲，因為有鐵皮嘅自家的米頭出來。啊，嗰種米絲吼。伊如同嗰種，我講，伊同一般的茶心，啊，還無如講，巧克力，跟安從嘅米絲有無？伊個湯，係，啊不，跟米絲我講無有油，我講有個差無安尼，因為失敗淡安尼，哇，有就這樣，講到健康，我發現到一件事情，真會介紹唔自家錄下嘅東西，哇，真會講呢。冇啊，因為嗰時都想講，一開始做好多時有冇？唔對樣做，啊唔對樣用，啊你自家都後邊啷想哦，哎也可以做嘛，也可以做嘛，你可以吃，嘛呢，哎，啊後尾幾時嘛冇想講，哎呀食到有痛冇，唔嘛你想，你想講，哎係可以用啊做冇，你可以吃安尼，係，個後尾像後尾有啲學生啊，伊喺平科大嘅，伊其實伊講伊讀書有啲貸款讀書，啊伊講伊有啲打工啊講。咁我嗱，咱來做麵包可能好冇？你做個餐包，好啊！挑一邊去地去做安尼。餐包做過，又做過嘛？藍莓酥也得。我想講，我哋應用啊也得，餅啊鋁碟杯啊，啊無都食個碟杯都安尼。後尾面你睇即係講，咁我哋來做沙拉可能。因為係對個可可粉咧，嗰種小米，可可安尼挑安尼小米吼。當氣法，咁我哋嚟做可能係，嗰種做沙拉呢，你裝喺上面啦，咩唔會壞食？真是，但糖烘嘞，我真是馬上都想試一下。啊，你要求這糖烘嘞，唔自家不是啊，要去做司機啊、擺檔啊嗰啲，唔係去講同人客安尼燒緊，唔自家錄下嘅產品嘛？係啊，啊，突然講嘅時候嘛，啊，嗰陣時都講啊，睇南港嘅時節，好，嘅有啲手機。因為伊同我講，手機，因為佢成日介紹伊講睇嘅效果啊，嗰個茶嘅效果，啊，伊都對睇嘅切別有幾種興趣，啊，伊也個好食，伊講伊以前攏食嘅100%嘅巧克力，伊講按嗰幾種香味同自家食睇嘅香味係冇一樣，嗰個是伊食到個香，我諗。都好嘢下來嘅，啊，嘅小姐都同我講，做小姐唔自家唔好講，我哋推唔講，半日下嘛個嗬休息一下，好，啊，我都企喺順嚟彈我，哦，唔好數我哋講嘅呢，哦，真是講啊都真是有樣哦，啊，唔同嘅人下講，等一下我哋休息一下，我哋同阿推辦有冇啊？同做一啲嘅臨時嘅工讀生我同聽住啊！有同講一個，我都同人打工好冇？啊，唔是工錢本啊，我都同人講，係啊，可能睇到，我講阿姑，因為我哋你去報名嘅時候，咱報我哋兩個工作人員，唔可以變咧，唔可以有T3嘅，你講喺T3嘅時間變咧。臨時嘅時節有冇？人講我哋咧東西，我啲係一樣嘅。即是講，因為基本上主辦單位講冇有一些糾葛，冇有糾紛啊。嗰時候講，安尼我哋咧主辦單位吼冇答應咧，嗰伊嘛講唔怕。我有行啊，都來。哇，清楚，你安尼做一條司機，清楚人下會唔會到後尾都變做你哋朋友咁樣？有，我大部分嘅朋友都喺啲年下轉做朋友嘅。哎呦，你都家己同人哋嘅產品啊講嘅好，哎呦，但是認識嘅機會都變朋友安尼啊。哎，我貼喺程度能做司機冇？
有2、3个哦，我有，嘿，啊，我如像我姑姑听到提热带农业博览会，啊，咪发如读到嘅认识的，哦，佢欢喜看到，嘿，你又来哦，你睇伊都清掉了，亲爱的安尼。就是我面对一件事情哦，像更加我们读到疫情嘛，吼，会有影响到大家的生意啊。一般来讲，可喺热推的植物啊，其实喺我们屏东的气候，不过一年四季可以说啊，今年会有像受到一个气候啦，也係像我们疫情一个影响，我本佢蔬菜的量够少。一天气的变化吼，这是树上会影响个太。啊，出古说吼，我都同阿老太讲，我讲我哋一天落雨也成的梅雨季节吼，我第104年都开始。只要係梅雨季节天一长雨下来，我都开始收的，我都冇去摘的，因为一天咧過嘅吼，千冇色，油質唔辣，係嗰陣食落去口感冇啱好，係嗰啱過嘅吼，因為伊成裝嘅鐵夾，係嗰陣而家過唔可以改油質，啱嚟都改愛做春桂啊、秋特別凍係廿三桂。那只愛冬桂，係冬天那個果發起來時，真是清香。嗰種香味吼，嗰種我都安尼比如講啦吼，有邊咧葡萄酒同無邊咧葡萄酒來比，香味真是都冇一樣。哦，你有18個差別都錯。係，你有嗰種冷味。哇，當然吼，喺冬天嘅時節，嚟唔能熱嘅地方，我喺度批看那些，冇計揾到冷味嘅可可。哇，觀眾朋友，睇下今日有就是帶來安神奇嘅分享，真是幫我重新認識嘅可可呢。啊，希望啊，大家有閒嘅時節，可以來我哋屏東嚟聊聊嘅時節啦。你來去我哋屏東嘅可可園呢，唔單止係要求這樣，我哋其他園呢可以聊聊一樣。可能是我哋屏東品質安好嘅可可有那條無共嘅地方。今日啊，再一次感謝有就是帶來安神奇同安好嘅產品咯，感謝。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有閒來聊。